天水圍降價、江月灣降價，同樣都係望江，同樣都係咁樣嘅書包，應該點樣揀？嗱，其實呢個對比咧，就係呢個新舊產品對比啊。雖然話都係在售新房，但係佢哋得房率已經唔同噶咯喎，就好似對比緊而家嘅第四代住宅同埋其他產品一樣。而呢個項目對比咧，我覺得應該先考慮呢個板塊值唔值得你入手啊。雖然初中都係石岐中學，但小學部分真係唔算出色啊。不過我哋不妨考慮多一個問題，無論係買200萬以上嘅9年優質書包，定係買200萬以下3年嘅優質初中。嗱，唔好同我講嗰啲200萬以下咧都可以買到9年優質書包嗰啲啊，二手房嚟㗎啦。糾結呢啲嘢咧就直接去買啊。咁如果需要嗰啲二手房咧，直接私信我得㗎啦，我幫你揾。但我哋呢期講緊咧就係呢兩個項目嘅對比啊。咁佢哋咧只係隔一條馬路㗎。咁無論係200萬以下定200萬以上啊，咁其實佢性質都一樣嘅。咁你同樣都係要送小朋友去補課。或者咧初中意願可能會更加大，因為你已經唔識教啦。或者你都可以話你文化水平好高㗎，但講真一句，你怕唔怕教錯先？畢竟佢哋要參加中考喎。嗱，中考唔過冇高中讀咧，咁啊真係瀨嘢㗎咯。所以咧最好嘅方法啦，依然係補課卷，依然係家長唯一嘅出路啊。而且可唔可以上到好嘅高中，都係要睇翻呢個小朋友初中嘅表現㗎嘛。所以呢個板塊係唔係值得入手咧？真係值得深思嘅。而且我覺得咧，如果入手呢個板塊，我慳好多錢喎。其次就係呢個樓盤嘅產品對比啦。咁天水圍清盤面積嘅140方，江月灣望江特價係107方，好似大纜都車唔埋喎，但實際上天水圍140方得房率90%都唔夠啊！咁贈送部分就飄窗同埋2個陽台嘅啫，得房率方面就124方左右。江月灣雖然只有107方，但係贈送面積多，得房率去到105%啊！咁得房面積就112方，相差就得12方。而從戶型圖方面，我哋可以睇到咧，其實個12方相差真係唔算大嘅。儘管佢哋陽台都係同樣長度7米長，但天水圍嘅闊咧，就係去到1.9米，而江月灣只有1.7米嘅啫。天水圍親客廳開間4米，江月灣嘅客廳開間3.8米，但係客廳隔離嗰間長輩房咧，天水圍嘅開間就只有3米，江月灣就變成咗3.2米。咁其實就等於將客廳嗰20公分咧合理分配到長輩房喎。咁當然戶型方面咧，天水圍正常嘅4房，而江月灣係3+1房，所以天水圍嘅3間房都係向南，而江月灣有間房就喺門口個位置嘅。咁如果真係要對比嘅，天水圍中間嗰間南向客房咧超10個房嘅，而江月灣咧嗰個+1房咧就得8個房嘅啫，而且只能夠做雜物房或者開放式書房，咁功能限制得死死的。咁跟住咧就係呢個西向客房啦，天水圍嗰間房個開間2.1米。只有8個房，但江月灣嗰間陽改房開間去到2.9米就已經有10個房㗎啦。最後就係主人房對比，其實睇得出開間都係3米細，進深都係相差10公分啊。勝在天水圍真係面積夠大，預留咗2個位置可以做衣櫃，甚至係主人房內部都可以做到衣櫃。而相對於江月灣呢個主人房嚟講咧，空間利用天水圍確實好啲啦。但講翻轉頭啊，你成間房咧使唔使整咁多衣櫃咧？嗱，呢個就真係值得你考慮啊。咁跟住咧就上車成本對比啦，天水圍清盤貨量咧，單價就9000幾起啊，但總價只需要133萬。雖然江月灣咧107方，面積又唔算大，但因為佢單價高，所以總價最低都150萬起步啊。咁按照正常首付比例嚟計算啦，咁啊最低總價去對比下天水圍130方，首付20萬，按揭110萬，咁30年月供咧其實就4600左右啦。江月灣總價150萬，首付23萬，按揭127萬，30年月供5400，其實就首期啊相差3萬，月供啊相差8000。咁睇落就好似天水圍上車成本更加好啦，但如果你要對比江景嘅，咁留俾你對比嘅機會已經唔多噶啦，因為天水圍140方9樓已經冇咗啦，剩低係得翻3、4、5、6、7同埋19樓，咁啊好彩都係現樓，你可以直接上去睇睇。但老實咁講啦，江月灣雖然真係上車成本高少少啊，再加上個低層真係對馬路，但不妨礙咧你考慮呢個高層嘅，因為高層產品咧個景觀真係靚，而且唔係所有樓盤都俾到你嘅。咁仲有一點要提一提嘅就係咧物業方面問題啦，咁啊相對嚟講啦，天水圍嘅物業咧就真係不神仙啊，而江月灣咧要引進嘅萬科物業，相對萬科物業嚟講咧，唔可以話不神仙啊，其實萬科物業都好多問題出現，但係相對現狀嚟講咧，咁起碼佢萬科物業就好聽好多啦。咁啊，大家如果需要了解咩嘢嘅，直接關注我，私信我，留意下一期啊！嗱，關注我啦！